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4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林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行政院针对国会这款法案提出好议案，互立法院好决掉。今仔日总统赖清德讲已经会签署，不过嘛会来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高雄市有民众骑奥多摆小载，伫后壁的查某人一支手搁抱红鞋啊，完全拢无安全措施，真危险，而且沿路搁一直违规。极端高温，欧洲甲亚洲有几若百人，那像是吊耍死亡。沙特阿拉伯的卖家去雕成大事的，已经超过1300个人。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行政院针对国会这款法案提出好议案，顶礼拜去互立法院好决掉。今仔日总统赖清德表示，已经签署，嘛会公布法案，不过嘛认定这个条文可能会违宪，所以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我要强调，我们反对国会扩权，不是反对国会改革。改革国会的方式更应该合法合宪。总统赖清德第一遍伫咧总统府大厅发表谈话，讲已经依照宪法完成签署立法院所通过国会这款法案，严格加注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等意见，认为有违宪的疑虑，所以宣布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加暂时处分。基于守护宪政秩序、保护人民权利，我也在这里宣布，我将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以及暂时处分。治病如此，治国也是一样的道理。未经审慎评估讨论的法律或制度移植，也可能对国家的宪政运作、人民的权利保障造成不良后果。总统府委由律师说明六大申请释宪的理由，包括在咧无经过修宪情形之下，要求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并且接受质询，这抵触宪法的权力分立的原则，侵害总统的人事主动行政权。赖总统也特别强调，法案条文内面有牵涉到调查听证的规定，引起产业界担心，是提出释宪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确有收到许许多多来自企业界、外国商会，甚至国际的关心，这个也是总统府我本人提出释宪的主要原因。不宜通过任何法律对于经济产业的发展带来任何的冲击，这个是我们对国家社会人民最基本的底线。在咧被问到是不是坚持合宪进程，陪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赖总统是希望在野党伫释宪出来进程无适合采取行动，因若现任大法官被质疑拢是民进党政府任命。赖清德回应讲，大法官的阵容拢经过严谨的宪政程序，希望朝野最后拢会当接受释宪的结果，才当平息宪政争议，让国家继续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会这款修法的风波，总统赖清德讲要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国民党团是呼吁赖清德得爱按照约束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而且嘛呼吁大法官得爱做出合宪的判决。因为民进党团是强调拜三因就会去提释宪，而且嘛批评国民党团就是心虚，知影因提出来法案本底就有问题，才会去攻击大法官。国会这款修法风波也未煞，总统赖清德讲要提释宪甲暂时处分。国民党团总召保光基批评赖清德讲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是赖清德对人民的承诺，也佫讲这届大法官拢是民进党任命，也毋过应该爱是做合宪的判决。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是讲赖清德向在野党提出无适合某人行动的要求，伊无法度理解。人民没有吃的权利吗？台湾已经成为皇帝制中央集权专制压迫的政府吗？赖清德总统是真的把自己当成太上皇吗？我公开请教一下赖清德总统，请问你做这样子的要求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民进党团是挺赖总统，强调二六会伫咧第一时间提出释宪，也佫批评哪爷就是知影家己所提出的版本有问题，才会攻击批评大法官。不要自己心虚，我来攻击大法官。本届大法官哪一个宪判有问题，或是往前大法官释宪有问题，
请提出来嘛。对未来大法官会做什么判决，关键民满意有笑，但是讲会尊重。不过，总是希望所有的争议甲主张会让伫咧宪法法庭讲互清楚。国会这款修法的争议，伫民进党提出实现了，会建立另外一波调野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到中国宣布要挺治台独分子，相当会当判死刑，引起议论。总统赖清德今仔就回应讲，民主毋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无任何的权力会当来制裁台湾的人民，嘛呼吁中国就要和咱的政府来交流对话，若无两方的关系，敢若愈来愈疏远。美国在台协会 AIT 嘛强调，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包括世卫组织甲国际民航组织等等。中国之一大动作发布挺治台独意见，相当应判死刑。总统赖清德二是回应：民主毋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无任何权利制裁台湾人民。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制裁台湾人民，只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中国更没有跨越追溯台湾人民的权利。赖清德也呼吁中国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甲台湾民选政府交流对话。若无，台湾甲中国关系敢会愈来愈疏远。用两党军力欢迎加勒比海地区友邦圣克里斯多福甲尼维斯联邦总理德鲁访问团。赖总统各邦拼外交，国际支持台湾的力头也愈来愈悬。AIT 发布新闻稿表示，美方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包含参与世卫组织甲国际民航组织，符合美国对台政策。最近，各传出有两位美国副总统要来台湾出席台美工作界谈会议，说明联合国2058号决议并无替中国一中原则背书，佮表示台美的立场。当然，美国是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凸显台湾的国际地位，特别是2758号决议的一个解释，因为毕竟中国近期在针对2758的一个内容上有特意的来去做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甚至把台湾的一个主权的归属混淆国际社会。学者批评中国歪曲滥用联合国2558号决议，佮分析中国挺治台独意见是中共依法恐吓台湾的威逼手段，亲像台版的国安法。记者综合报道。3月时，金门有一位姓吴的军人放假出海去钓鱼，却找无方向，驶去到中国的海域，去互留伫咧中国，到今已经超过3个月啊。昨家属有去泉州甲探视，嘛呼吁咱的政府爱赶紧甲2月14中国渔船伫咱遮并船的案件处理好势，双方则好来协商，互因会当团圆。姓吴的钓客，伊的老母甲查某孙的手牵条条，转到金门。伊的后生出海去钓鱼，船驶唔着方向，走去中国被扣留已经超过3个月。刘伟陈玉珍伫礼拜陪伊去泉州看因后生，伫下昼转到金门。他们把他照顾得很好，那我们家属就比较放心。希望说回来的时候，希望说政府能够注重这件事情，能够说赶快把那个渔船那个0214的事情赶快把它处理好。钓客老母讲，因后生伫咧对方，互因照顾甲真好，也大考8冠军，有较放心。因后生也甲因查某囝讲，考试佫考2个100分，爸爸就会当转来。家属希望政府赶紧处理进前第一次渔船并船事件，用同理心来解决争议，互人会当量查转来。之前这个就是曾经有一些协商了哈，那可能中间有一些波折，但是也是呼吁会赶快哈，在这个重启协商，大陆市场也赶快重启协商，让这件事情可以顺利的哈，赶快的这个解决了。立委希望陆委会赶紧佮协商解决这件代志。陆委会伫咧礼拜暗回应讲，中共方面无愿意配合司法程序，造成调查进度一直拖。咱这边愿意伫咧事件原因甲责任归属查清楚进程，提政府和中国大陆家属慰问金，解决家属的经济困境。希望中共有关部门莫阁再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民众坐公车，因为前后2个站站名真相像，所以无唔对去，无细字提早饲要落车的铃甲路卡，结果司机就甲大声骂、大声吵，互人翕起来投诉。
客运业者嘛证实，这个司机情绪失控会过来甲处分。交通局是讲会甲列入去公车的评鉴扣分，有可能会去影响到补助款。 耍人家，坐车不懂规矩是不是啊？先生，我跟你说，我下一站才要下车。啊，你下一站你在这站刷卡，刷什么卡？公车司机大声对乘客恶量，一名乘客23号下晡2点左右，坐中了客运611公车，为台中高铁站上车。 原定伫咧捷运峰的公园站落车，却因为无熟路线提早入卡。单身司机随后情绪失控，而且骂垃圾话，呛声无爱开车报警。过程拢去互乘客翕落来。其他民众认为，司机反应过度，可能是压力伤过大所造成。我觉得脏话的部分有点过度了，但是他说他自己不干，可能是情绪比较累的时候才会这样说。下一站，东乐公园，东乐公园。 611公车站点安排上，捷运丰乐公园站的经济站名叫丰乐公园，站名是真小乘，乘客因此误判。公车业者表示，乘客落唔到站的状况真正常，导致1年半的单身司机无应该有情绪反应，后续会约谈处分。这个驾驶的情绪上反应，造成他这个搭乘这个大众运输的时候感受到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这边也在跟这位民众说声道歉，这样子。那至于司机的部分，我们会对调为。 公司约谈之后也会做一些惩处啦。去年9月，台中市逢甲上款曾经发生新零件斑马线，公车无让，也搁用放送头来骂垃圾话，司机情绪失控的状况不时看到。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这拢属于评鉴当中服务品质的项目，查证事实看状况来扣分。评鉴的项目里面，其实就有一项是关于服务品质啊，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就会来评估来做予扣分，这样会影响到下一年度的补助款。公这次强调，公车司机是不是安排心理评估课程，属于业者营运的范围之内，未硬性规定。但是若评鉴的分数伤过低，就会影响到后一年度的补助款。记者台中报道。高雄市有民众徛倒摆烧在坐伫后壁的查某人，一只手搁抱红鞋啊，煞完全拢无安全的措施。囡仔的手搁伫遐喊来喊去，实在真危险。而且沿路搁有真侪违规的行为，嘛拢去互人翕落来。警方表示，至少有4项违规，会依照规定来甲因开罚单。民众的行车记录器录到这段危险的影片，会当看到2位民众骑机车，在后壁查某人一只手抱一个红鞋啊，红鞋的骹手是喊来喊去，若是4甲插，后果可能真严重。这代志是发生伫19下暗红川区的青年路一段，看到影片的民众拢讲，安尼实在足危险，无应该摕囡仔的性命讲算笑。警方表示讲，若是机车载囡仔，一定要坐后壁，而且爱戴安全帽啊。悬空的话，万一小孩子摔出去了，而且万一发生车祸的话，很恐怖。整个摔出去以后，小孩子又被碾到。咱厝的时段哦，若骑轻型也是重型的机车吼，要载囡仔出门哦，互伊戴安全帽啊，坐伫后壁，无就是违反规定。若是要骑机车载囡仔出门，有侪家长拢会加装囡仔安全椅啊。目前机车安全椅啊，不管是寸尺、坐的方式，拢爱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规定，嘛袂当甲椅啊放伫驾驶的头前。机车店的头家表示讲，椅啊爱安伫后座，跨度甲悬度监理站拢有规定。规定，咱这个椅仔的迄个跨度袂使超过咱的车手，后座摆的车手，无安尼骑车会害着人危险。啊，伊的悬度袂使超过咱骑的人的肩胛头，无会影响到后视镜看后壁的迄个视线。针对这2位民众，若无照规定载囡仔，搁无互囡仔戴安全帽啊，沿路红灯照月，无拍方向灯，拢总4条违规，警方会通知因到警察局来说明，依照规定来开罚单。记者钟义辉、王志宏高雄报道。有囡仔常常摕到物件，就对嘴里踏入去，所以7套米啊，人员现场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查到犯罪集团用免费请字来咧招人，佮讲会提供假大甲机票，互因去泰国做散工。事实就是要甲人拐去柬埔寨，这个要求因的亲人提钱来赎身。目前这个犯罪集团有8嫌犯已经互警方逮捕啊。另外，佮有一个阿公是去当着假投资的诈骗，互人拐23万去啊。落尾因孙和警方合作，有抓到诈骗的共犯。
乌山的男性互警方也铐起来，因为伊毋拿涉嫌以免费车衣招募成员，成立犯罪组织，搁伫面册牵高薪水工课广告，锁定拄啊踏入社会少年家，借包车包大包机票去泰国食头路的名义，骗被害者出国，实际煞是去柬埔寨违法交警做工课。集团成员为了免事态扩大，那要求被害人的家属也要付赎金，他才愿意让被害人离开。那被害人家属汇了新台币15万元以后那这个杨姓被害人才能够返回台湾。被害者回来了后，马上报警，警方顺线抓到苦剩嫌犯等8人，搁伫徛街查到作案用的点钱机器、手机甲电脑等证物。专案以人口贩运防制法、组织犯罪防制条例、恐吓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但诈骗手法一直变，除了国外食头路，国内假投资诈骗同款真多。高雄岛一个男性互虚拟货币投资群组骗23万。孙子不甘爷爷遭诈骗，将急救剂借用他的手机，持续传讯，同时通知警方协助。等到与诈骗集团车手相约面交100万元时，民警一拥而上逮捕。孙仔甲车手当面交钱100万了后，警方赶紧冲出来抓人，对车手身躯敲出免用发票的收据。虽然车手辩解是帮朋友摕物件，全还是以诈欺洗钱防制法移送。警方提醒民众唔通贪图高薪水轻松的头路，还是轻信高利润的投资，以免违法还是受骗。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球的气候变迁，即阵北半球各地拢出现热流的危机。美国的东岸高温已经到36度有可能会大加破纪录。另外，伫欧洲、亚洲，嘛有几啊百人，那就是吊山死亡，甚至沙特阿拉伯的卖家去吊成热死的，已经超过1300个人。日头赤炎炎，美国东岸伫咧第3巴尔的摩上悬的温度摄氏36度，费城上悬温35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讲，极端高温的天气会伫咧24转移到内布拉斯加州甲堪萨斯州。专家讲，这种季节天气这么热，到7月全国就真侪所在可能会出现周期性热过头的温度。It's hot out here. 研究显示，气候变迁将予这礼拜北半球各地出现危险的热天气，而且伫咧接落来几落10年会继续有危险的天气。自从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开始烧煤炭加化石燃料，即马全世界平均温度已经上升要到摄氏1.3度。This anomalous heat early in the season as well means that perhaps we'll have an even longer period of especially hot temperatures to deal with this year. Any substantial heat wave, including the present one, has been made substantially more likely and warm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as a result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极端高温出现伫咧4大洲的城市，亚洲、欧洲，敢若是吊山死亡的人就几落百人。沙特阿拉伯卖家吊城已经有超过1300人热死。天气这么热，因果用行长途要去吊城。当局资料显示，一寡死亡的人内面有83%是无经过思考要去吊城的人。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辑。罗西亚联邦的特基斯坦共和国有一间教堂发生枪案，至少有15位警员、1位牧师和1位保全死亡。初步了解，有6个嫌犯去互断死也唔知影因犯案的原因。不过，罗西亚调查委员会已经往恐怖攻击的方向来调查。从乌萨凶手向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卡拉节东正教堂攻击了后，甲警方驳回，即天是东正教的圣神教明节。当地沿海多区德本国内犹太社区也遭到攻击，犯案了后佫放火。迄一天有2个东正教堂、2个犹太教堂被攻击，造成几啊个关键牧师保全死亡。官员表示，几啊个凶手已经互警方断死，目前咧调查犯案动机。俄罗斯调查委员会朝向恐怖主义方向展开调查。马哈奇卡拉附近一区的区长欧马洛夫被拘留，因为通报伊的2后生涉案。И силовые структуры сработали оперативно,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опорядка. С этим могут быть связаны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达吉斯坦是俄罗斯上散车地区之一，也是以穆斯林社区为主的共和国。这地区一个叫做高加索酋长国的圣战组织，后来改做高加索伊斯兰酋长国。自达吉斯坦甲附近的俄罗斯车城印古什共和国、高加索地区卡巴迪诺巴卡利亚发动攻击。
俄乌战争了后，莫斯科对境内大小攻击案件拢将目标指向乌克兰甲西方国家。3月克罗斯克音乐厅攻击案件就是一例，前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讲是因犯的案件。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23去到美国纽约要治疗卡头乌，伫咧当地嘛受到几啊千位支持者的热情欢迎。因为顶礼拜达赖喇嘛伫咧印度接见美国众议院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中国是搁再来表达强烈不满。真侪支持者欢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一为印度达兰萨拉出发，23到美国纽约接受卡达乌治疗，受数千的支持者热烈欢迎。西藏流亡政府事前表示，美方主持医师有告，达赖喇嘛伫结束卡达乌治疗了后3礼拜内就应正常行路。即摆除了接受医疗，无其他行程，未少人穿传统的服装，伫酒店外口唱歌跳舞迎接达赖喇嘛。His Holiness coming back to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so many years. I knew I had to come here for this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and I think waiting outside for the past 4 or 5 hours, it was definitely worth it. 去美国进行达赖喇嘛顶礼拜3伫达兰萨拉接见美国众议院跨党派议员访问团，包含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甲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等人，总共7个国会议员甲达赖喇嘛见面，进行美国国会大通过一项法案鼓励北京甲西藏领导人对话。中国表达强烈不满，爱美方充分认清达赖集团的反华分裂本质，要求美国遵守伫咧牵涉西藏问题承诺，莫甲达赖集团有任何形式的接触。Whole world, we are same human being. We all have same right. And this world belongs to humanity. We should take care of this world. World, irrespective of what religion, what tradition. 前达赖喇嘛健康状况无任何恶化现象，不过这位西藏领袖过几礼拜就要过89岁生日，已经大大减少出国旅行。伊受访表示，会在90岁阁决定继承这个代志。真侪西藏人烦恼北京会借这机会任命达赖喇嘛的继承者。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镜头转来看国内新青安贷款外界质疑，互人用来炒房。北大公科行库强调要落实审查甲管理稽查。不过外界即马是搁较烦恼新建案的规批混合贷款，恐惊会互人两空帮。财政部是已经要求公科行库要落实防范机制来审查。行政院嘛要召开新青安的会议，全面检讨。国内房市交易真热，未少的所在厝价是一直称悬，引起外界质疑。新青安专案是造成厝价起的原因之一。目前北大公股开会了后，强调要落实贷款进行定审，甲贷款了后管理搁加强稽查。不过外界搁较烦恼，因为新建案所产生的整批性混合房贷，恐惊会加做新青安伫拍人头户的时阵，上需要防堵的空棚。现在只是把高风险案子先挑出来，这个东西一直都在讨论当中嘛，我们就要求各行库，各行库会去查，那我们政府机关也会协助来做国际查核。另外，新青安贷款出现人头户专做这乱象，破坏政府协助青年买厝的美誉。行政院是要开会，新青安全面检讨会议。财政部也要求公股行库要落实银行公会所颁布的防范投资客炒房甲人头户信贷机制，各位6大指标来判断借款户是毋是人头户。若是建商、中介、代销、代书来申请案件，银行就会特别测试。如果对于新青安来说，这样子的这个方向来说，可能会比起之前只是在针对一些投机的租屋的情况上面会来得比较有它的力道在因为毕竟其实新青安它仍然是比较适用于一些低种的产品不过，陈炳信也讲，即马整体房市这日热，毋是单纯是新青安有按一大阵的买厝潮，可能是有受厝的低首付，或者是即马整体市场资金正充足。就算有我人无法度使用新青安，也是有其他银行优惠贷款，不一定比新青安较歹。政府想要用安尼来压制房市，这日热的状况恐惊是效果有限。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因应国内欠粮的问题，农业部启动专案进口。今仔日民众党搁再出来质疑，这间进口商敢是农业部为着要进口鸡卵所设立的？是安怎要对同款是亦去日本进口较贵的鸡卵，抑个进口采购的鸡卵数量前后差别600万粒等等这问题，呼吁农业部就要讲好清楚。真正为了小偷鸡卵供应真案的情形，去年农业部启动专案进口鸡卵。不过，民众党立委怀疑讲，超市这间公司根本是为了农业部要进口鸡卵才成立的。20早起专工召开记者会，指控农业部伫咧专案进口鸡卵的代志，根本是拢在讲白贼。鸡蛋的这件事情上面，早就已经瞧好了，要由超市这家当时根本还不存在的公司。就是要给他做这件事情确定了以后，才会有什么？才会有马上成立我们的农委会就付款的证明。民众党立委黄国昌质疑讲，超市伫咧2022年9月初5才成立，迄个月就接到上亿的订单。这个月月底伫咧立法院质询的时阵，迄当阵农业部部长陈俊贵也阁对外表示，敢若有超市有能力会当进口鸡卵。不过立委看无的是，超市为日本进口鸡卵，迄当阵日本拄断禽流感，日本国内嘛因为安尼，鸡卵的价销大起。超市是安怎阁要为日本的疫区进口价销贵3的鸡卵？就连农业部敢有甲超市签合约？立委质疑因讲话是翻来翻去。资本额大的、比较早成立的、进口比较少的有合约，超市没有合约，这边没有鬼吗？这卖不用脑袋，用膝盖想都知道不合理，对不对？请了行政调查了以后，那我也请政风去做更深入的了解。公务人员作为，如果有不法的话，我一定严惩。立委质疑讲，农业部公布超市进口鸡卵的数量，前后数据前差别600万粒，农业部应该对外讲好明。不过到日市中昼出稿进前，打电话去农业部特务司、甲行政院，拢也未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军事冤案委员会伫咧2013年红中丘事件发生的时，捌成立过，帮助家属来调查真相、监督军事案件的调查过程。不过，敢若成立一档就解散啊！迄当阵是由人权律师顾立雄甲民间团体做伙推动的，所以即马顾立雄已经做到国防部长啊，就民团甲军员的家属来呼吁顾立雄爱重新启动军员委员会。请顾立雄部长重启军冤委员会。3位军员家属由台湾陪审团协会陪同做伙开记者会，要求国防部重新启动军冤委员会。军事冤案受害者黄志杰的节指出，部队若发生自杀案件，军方调查的过程中，常常就会出现讲监视器害去的状况，而且过程非常无透明，所以希望会当有军冤委员会作为第三方来监督调查的过程。为什么只要是质疑的案件，军中的监视器全部不是坏掉，没有画面就是失效？因为军中调查资讯的不对等，所以我们才要设军中委员会。另外一个受害者蔡学良的妈妈讲，军冤委员会是红中区事件的时阵，人权律师顾立雄等人要求成立。即马顾立雄做国防部长，因望国防部会当重启这个机制。就像今年的1月5号到5月31日，总共有21个军中死亡案件，有18个案件用自杀做结案了。希望他是人权律师，他能够重视到这一个区块。台湾陪审团协会指出，目前军事案件因为牵涉国家机密甲国家安全，调查的过程未公开，参加调查的人嘛有限。军冤委员会的成立会当互更较侪专家、家属、民间团体参与。因认为2003年红中区事件发生的时阵，委员会敢若成立一档无够长，应该将这个委员会制度化。所以，咱希望设一个军冤委员会，互这个军冤委员会有一个补充的调查权，嘛，互社会公正的人士甲军冤的这个家属会使参加这个委员会。另外，协会嘛指出，2022年规年军中以自杀结案的案件是16件，今年目前就已经有18件，超过过往规年的数量。望国防部听到诉求，互家长免挂心。记者郭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大汉技术学院宣布要伫咧113学年停招，114学年停办。有真侪老师为着要甲学校协商，就来加入高校工会。不过，一寡老师做工会的干部了后，就互学校换掉行政职务。工会就质疑是咧打压工会干部，互反对停办的人袂当去参加校务会议。
今仔日因着去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的申请。不当涉嫌打压工会，大汉受到违法乱纪。花莲大汉技术学院的老师和高校工会8月到劳动部外口抗议。高校工会指出，今年2月，董事会对外宣布，因为招生不足，连10年亏损，要伫113学年停招，114学年停办。前后校方伫5月，甲当时的校务长兼高校工会干部的王世忠助理教授免除校务长的职务。王世忠表示，家己不同意过这个管期，嘛指出学校这是要透过替换学术主管的手段，互反对停办的人袂当参与校务会议来表决。学者嘛指记这是对工会干部的不当打压。我们学校的组织章程里面，行政教师兼行政主管呢是1任3年，好，除非有其他的规定。那我这边也特别声明。在跟我谈的过程里面，本人并没有口头，也没有书面上面呢有请辞学务长的行为，所以这等于是学校校长这边的裁决呢，就把我换掉了。还透过这种人事权，好来影响我们工会，我们几乎就没办法主张了，没办法跟他们协商了，这是我们最严重的这个侵害。学校若是停办停招，对师生拢会有真大的冲击。这些老师拢加入高校工会，望会当甲校方有进一步协商。工会伫4月19向校方提出团体协商，不过学校所表示，伫6月18以后才愿意协商。工会指出，这已经超过团体协约法所规定的60天期限，认为学校若无诚意，嘛是不当影响阻碍工会组织甲活动。他说6月18之后才能协商，是因为校务行政繁忙，因为他们要办毕业典礼。但是就我们了解，6月2号就已经毕业典礼就已经结束啦。那很明显，他说校务繁忙，这个是说谎嘛？高校工会和大汉技术学院的老师呼吁劳动部爱出面维护老师的工作权和学生的受教权，嘛正式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申请。所来6月27工会要和学校进行头一届的团体协商，嘛呼吁校方若准备停办停招，嘛应当爱提出完整的规划。也若针对替换老师行政职务的争议，校方是回应讲，这本地就是学校的权利。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教育部公布学生人数预测，小学生未来16个学年平均一年会减少29000多人，2018学年就剩无8万人。教育团体表示，即马少子化是趋势，所以建议教育团体、教育单位应该爱来发展幼路的教育，提升教学品质。透早，各校的学生去学校上课，不过台湾少子化已经真做趋势，而且持续冲击各阶段的教育现场。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一份无共教育阶段学生人数预测的报告，显示112学年有123万5000个各校的学生，各校一年的学生会降到19万6000人。若总人数预估未来16学年，平均一年会减差不多2万9000人，到118学年可能会降到100万以下。依据教育部113年6月发布的各教育阶段学生数预测报告显示，未来16学年国小学生平均会年减2.9万人，128学年度会来到最高峰虽然拄着2年出世的人数会增加，不过整体人口数来讲，也是呈现减少的趋势。教育部讲，少子化对每一个教育阶段拢有冲击，而且报告嘛显示，112学年高中生约55万人，预估到128学年敢若剩无到41万人，若高中生112学年差不多是60万人，不过到128学年敢若剩差不多42万人。都会地区你的一个班级人数，如果说下降，那当然对于整个学校现场的一个精致化教学，还有每一个学生的一个个别的一个照顾的部分，一定会更加强。人少了嘛，那你教学化的能力就要改变，这2件主轴开始放在这个当中，然后自然而然的小班小校的进行。我觉得学生的品质会增加。教育团体认为讲，少子化除了是国安危机，对每一个教育阶段拢有冲击。教育部回应讲，会支持细间学校甲老师下年级教学，互编班甲教学有春秋的空间，增进老师专业的技能甲教学品质，而且会拍拼强化学习辅助。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统计，去年健保给付药费有到2431亿，上侪人咧食药就是乙酰氨酚止痛药有898人伫咧食这款药研判是因为民众惯势的传一寡药临时通好食一个减轻症头的。不过药师就提醒讲，乙酰氨酚食多是会伤肝，所以建议也是要经过专业评估才来食药因为筋骨痛、止痛药已经食3、4档
民众拢来药房定期摕药啊，拢已经摕惯势啊。因为像有时候找不到医生的时候，只好自救啊，不然怎么办？医生说痛再吃，不痛不要吃。真侪人若是头痛、肩膀痛、发烧，想要赶紧止痛，拢会食一粒含有乙酰氨酚的止痛药啊。第一线药师观察发现，因为对药啊成分的无了解，抑个疫情了，真侪民众拢会直接出来传一寡药啊坑，所以止痛药的需求怎么愈来愈大。现在目前来讲，所有的广告大部分都会带上一句乙酰氨酚，所以大家对乙酰氨酚的需求是非常的大，觉得说好像是身体有一点状况，大家就会跟这个乙酰氨酚做一个联想。根据健保署的统计，112年健保给付药的费用有2431亿。个人使用人数第一名的药啊是乙酰氨酚的止痛药啊，人数有898万人。研判是这几年感染性疾病增加的影响。也若其他是止嗽药啊，也个来个呼吸道分泌物透互部的相关药啊，像 COVID-19 或是流感等等，而且很多的一个疾病呢，都会伴随着一些疼痛，所以医生的话，一般大概就会处方这种解热镇痛剂来缓解病人的一些发烧、头痛或者是疼痛等等的一个症状。药师讲，虽然乙酰氨酚较袂伤胃肠，不过若是长期食或者是食伤多，有可能对肝会有影响。尤其民众若是家己买药啊，各甲医生开的药啊，可能会造成无共品牌，不过同款止痛药啊成分的药啊会食订单去，所以医院需要经过专业人员评估，结果再食药啊。记者综合报道。癌症连续42档排伫咧国民10大死因的第一名。不过，即马医疗科技进步，癌症伫咧5档内存活率是已经超过60%，这也代表患者治疗时间又长，心理支持的需求嘛有增加。国健署今年就补助7间病院，头一届推动以着癌家庭做中心的照护计划，希望会当来帮助因减轻压力。这40外岁女性得到卵巢癌真侪年，进前会诊追踪的时阵发现肿瘤复发，后一时间无法度接受，竟然伫上班的中途跳河轻生，好在在互人救起来，病院及时安排心片科介入，佮启动家庭照护模式，强化家庭支持的力量，伊即马已经用天然面对病情。后来他又再一次的。1次2次的有复发的现象，但是现在复发的话，他也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自己，不要再像过去那样不知所措，然后就冲动做了一些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事情。国健署表示，癌症已经连续42年是国人10大死因第一位。不过，即马医疗科技进步，全国癌症5年存活率已经比10多年进前的50.2%提悬到62.1%，存活率提悬也表示，癌友爱甲癌症共存的时间变长。所以，国健署今年推动第一摆得到癌症1年来家庭照护，互癌友甲家属分享照护经验，降低焦虑感，也减少家庭内底的误解甲冲突。因为今年叫示范计划而已，所以我们就设定了以第一年初期罹癌的这些病人还有他的家属来做一个家庭式的一个服务模式。国健署强调，今年补助7间病院推动以癌友家庭做中心的照护，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医疗团队应提供癌友心理的需求，佮强化家庭支持，互癌友无后顾之忧，安心治疗，佮顺利能够回归社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全台湾拢真烧热，高雄佮发布柑仔式的高温警示，有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不过，这么热的天气，伫咧高雄所有人塞车细神去弄着变电箱，地区800多户拢失电，无法度开天门，嘛无电风通好吹。汽车驶方向一直偏向林兴道，最后弄到林兴道边仔的电箱出现火光，才停落来。停伫路边的7台汽机车受损，警方表示驾驶无酒后驶车，有可能是疲劳驾驶所造成。伊咧弄到迄电箱反崩去，你听无？大声吼，我是讲后嘴草，它崩去啊。因为疲劳驾驶就太累，然后有点就是崩醒，睡着了。透早5点外，这个车祸嘛，互三民区辽宁1街、九如2路、鲁顺街等等的区域有826户停电。有民众直接摕着手电行出来，嘛有客户因为停电，厝内电动门无法度开，嘛无法度使用冷气、电风，便利商店嘛一度无法度营业。有影响，因为都不能，也不能，就是门也都不能开啊，
因为它是电动的门嘛，我们这个门都不能开啊。打了多久？已经从5点多到现在都没有。因本处加派人力，在完成2具分别重达超过800公斤及600公斤变压器调换，重置接头后，已经在9点18分全数复电。台电表示，车祸造成停滞式变压器毁损才会停电，工作人员到现场了后4点钟内底全部复电。红弄派去的设备有2台超过600公斤的变压器，台电会按照规定向肇事者要求赔偿，金额则是要看后续损害状况来评估。记者王丽婷、陈hen坤个报道。台南市伫咧人行道设置变电箱等等的设施，去影响到行路的空间，因人批评。市府即阵就针对人行道无到90公分宽有障碍物的所在来列管，到5月底已经改善52件，按算今年底会当完成80件。目标是伫咧2026年会当把所有的障碍物拢总刷走。不过部分也阁需要甲中央来争取人行道宽宽，才有法度解决。来到台南中华东路顶面，一透早车流量袂少，道路边仔店家嘛真密集。但是详细看，人行道的设置是真破碎，有的是启用花卡、篱笆、乌多摆占掉的，也阁有袂少是台电电信业者的管线电箱，甲规个人行道的空间占掉的。行人要行，就必须要行到马路上，甲车来争道，而这嘛是真侪台南道路的现况缩影。电力公司嘛爱有所在通好刷，若是刷地，一定对阮这个。百姓一定有较方便啊，要出去嘛较袂去，会去过路啊。变电箱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是应该要看是要地下化啦，要怎么样，嘿啊，路得爱互人去行安尼较好啦。因为我觉得台南的人行道真的蛮少的。事实上，台南市干务局前期嘛针对人行道宽度不足90公分的做盘点检讨改善，目标是2026年全面移除，分阶段来进行改善。目前已经盘点出来，总共有181件，目前已改善50件，预计今年可以改善到80件，全部改善完成，将在115年完成。不过，干务局嘛讲，台南城市发展是真早，真侪道路真细条，无预留公共设施的空间，嘛造成电力公司顶管线要迁移真困难。目前要全面改善，就需要向中央来争取人行道拓宽，全面改善才有解。目前是已经请台电针对道路甲行人空间进行全面检讨，伫无影响正常供电之下，将电箱等设施迁移拆除，缓和行人完成安全的通行空间。记者王正云台报道。新北市淡水的沙仑海堡，互人列做是危险的海域，因为进前有人伫遐渡水死亡，所以即马是拢禁止人去遐耍水的。不过因为即马坐轻铁真方便，就会当到遐，所以假日时啊嘛是有真侪民众会去遐佚佗。民代就表示，即马要看到不如就合法来甲伊重新启用，加强管理。新北市府表示，会阁启动4季的海象评估，1年后看结果才阁来决定。明明就是禁止水域游客活动的区域，不过也是有人落去水的。救生员是一个过远，请因离开。新北市沙仑海域是北海岸唯一坐轻轨就能到的海沙堡，若是假日时阵，拢有真侪人来遮耍。新北市政府甲民间的工协会合作，伫当地巡逻甲驻点警戒，民众袂硬落去水的耍，会当伫咧海沙堡活动，不过也是有人违规。现况是有那个淡水救生协会，他们就是只能去劝导说不要下水，已经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就说你一个轻轨到达的地方，你还在做危险海域。多一个海边当然是很好，但是安全设施的话，如果做得很齐全的话，我应该是很乐意的。海水浴场那海边那么宽那么大，比较很难，就算有救生员也没办法完全顾到。沙仑海域伫咧1802年发生渡水的事件了后，新北市政府自1802年开始公告，当地禁止水上活动。新北市政府证实，伫最近确实有收到真侪希望会当重新开放沙仑海沙堡，也有水上活动的意见。而且当地附近就是渔人码头甲红毛城这款淡水真有名的景点，以后若串联起来做做沙仑文创园区，会当吸引更较侪观光客。但是为了确保安全，将会进行4季评估，委托专业评估四季嘛，春夏秋冬，整个海象、潮汐呀，有没有暗流等等，这个都要调查，所以要有一定的期程。新北市政府讲，伫咧过去进行过当季海上评估，不发现当地有暗流，
为了电信，将会进行1年的数据评估，结果看结果，伫咧安全会当控制情形之下，定出管理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提高本社的资源回收率，云林县自今年3月开始，搁再启动随机拆破本社第一个稽查，发现到超过60成的家庭本社拢无做好资源回收，其中无回收的资源是以纸壳啊占38%上侪。环保局要先来困倒，若是民众搁违规，就会依照废弃不清理法来甲因开罚单。详细看本社场内底本社，有真侪拢无做好本社的分类。为着要提高民众厝内本社的资源回收率，云林县为3月开始随机稽查1481地本社，发现有染喷甲爱资源回收的本社就占1000地，比例超过60%。有的可能是外面的一些住家啦，才会有那一种情况，可能就是不想那么麻烦，然后就整个都装在一起这样子。执行的结果呢，大约有6成的民众没有落实垃圾分类，那其中又以纸容器、厨余还有塑胶容器等等的占比是最多的。云林县环保局表示，随机稽查常常看到爱回收的物件无清理过就单掉，也搁有铁管仔甲玻璃杆仔拢直接等伫一般本社内底，可能会造成清洁人员受伤。嘛，互原来一天的一般本社清运量达到360公吨，比以前正成长15%。即马会先看到，若无改善的依照废清法，罚1200块以上6000块以下，而且会当连续处罚。目前为止，疫情过后呢，到目前已经增加到360吨了。那在这个1.5成的这个成长呢，事实上成为这个后端处理沉重的负担啊。环保局强调，为着要解决原来本社危机，最近透过本社资源化系统处理本社，目前原来暂时也有15万公吨，预计3年会当处理完。不过希望民众嘛爱落实分类甲减量，才会当量早达成目标。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前几天啊，对日本接来一只马来貘英雄，结果这只马来貘送来台湾的时，却已经不幸死亡啊。经过解剖，初步判断这只马来貘死亡的时阵，体温压到41度这么悬，主要是因为这紧闭引起规身躯循环衰竭等等，才会死亡。热的紧迫造成的一个全身循环性的一个障碍，跟明显功能的一个障碍引起的肺水肿死亡。日本横滨动物园2岁马来貘英雄，原底要来台湾进行核验的交流，结果煞伫搭飞行机来台湾的路人死亡。我们先发现就是地上有一滩血迹，所以我们就赶快透过观察孔去观察动物的状况。将近12点的时候抵达动物园后，开箱后确定就是动物已经死亡。动物园指出，会当确定英雄伫咧运送的过程当中，有身体无爽快、甲滚量的情形，不过无法度判定经过偌久的时间。台北市立动物园甲台大兽医学的专家23甲解剖，初步判定是温度甲湿度相悬引起的微分子循环衰竭、凝血功能障碍甲气灌水死亡。那以正常的体温36至37度来看，英雄死亡的时阵，伊的体温核心的温度有甲41度。41度就是很夸张的温度嘛，我们大概没有任何哺乳动物可以在40度以上撑那么久哦。但是41度是不是就是死亡时候的温度就不一定哦。它可能是之后包括细菌发酵，温度会再度拉高。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引起紧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把整个运送过程摊开来。马来貘英雄伫咧运送的过程当中病死，是真罕见的案例，会将做未来动物交换里程安排重要的教材。也伫咧全球物种整合保育的趋势之下，后续也是甲欧洲、日本等等国家的机构展开动物族群拍种保育的行动，嘛会强化每一个部分来降低物种伫国际运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科学教育馆第一届安排台语的导览，带囡仔来体验了解蜂的生态。家长是真认同用台语来讲生物、讲科学。科教馆嘛讲，因会继续来办，希望大家会当来用母语学科学。来抓手是同啊蜂，啊倒手是共蜂。你看大细
就无共对吧？老师用台语解说芳的种类，这是国立科学教育馆用台语小解芳的活动。带囡仔来参加的家长讲，真侪生物或者是科学方面专门的名词用台语是定定唔知影要安怎讲，所以感觉安尼活动真有意义。囡仔嘛透过亲自去体验，对芳有更较侪的熟悉。毋过我毋捌为直接为迄个啥，迄个芳树内底食乌皮来吃，就好耍的啊。就罕得看到，所以即摆等开放报名，我们就赶紧抢，赶紧报名。是较专业的部分，阮希望互囡仔知影，咱台语嘛会使学着足侪专业的知识。科教馆对3年前开始开放厝顶的花园做生物多样性教育，即个伫民众的要求之下开办芳的台语导览。负责解说的芳类保育协会理事长讲，伊嘛是第一届用台语讲芳，为着安尼，佮家己去研究一寡芳类的台语。虽然讲了无认同，但是感受到甲民众做伙学习的趣味。也若是专业的知识方面，伊讲导览上主要是要互民众了解芳对人类的重要性，以及甲民众好好甲芳来斗阵。亲像咱拄啊咱介绍的时阵，足侪囡仔伫边啊，伊咪芳嘛足乖啊，所以后届有想像家己讲边仔有咪芳的时阵吼，伊做工课较好，莫去想着讲爱用啊去抓啦，拢卖啊。一般甲科学有关系的活动，侪台湾人是习惯用华语也是英语来表达。科教馆讲，亲像这款台语、客语、顶本土语言的导览，刷落会继续办理，欢迎大家做伙来用母语学科学。记者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养殖海菜会当来改善水质，对生态、对环境嘛有帮助，也可会当做咱人的食物。即阵伫嘉义县的五股湿地生态保护协会，就举办环境教育的课程，要互大众更加来了解养殖海菜。大家囡仔坐塑胶牌啊，伫壳内底收海菜。嘉义县五股湿地生态保护协会配合海洋保育署伫环境教育的稳啊，举办渔业环境教育的体验课程，要互民众来入捌什么是养殖海菜。是这款海菜，伊免搁抽地下水，伊用少量的海水就让吃。所以阮是把伊变成是商品，还是活动，还是课程、游程，互愈侪人来参加，互台湾足侪人知影，伫嘉义才有咧饲海菜这个产业。啊，袂歹，足新鲜的，爱当实在一寡海菜知识。五股湿地生态保护协会表示，养殖海菜性质阁会当净化水质，对环境真有帮助。为着要互地方知影友善环境的好处，课程阁邀请专业的老师来向在地渔民分享安怎透过友善环境来发展渔村甲渔业。因会使开始去讨论，开始去大家做朋友斗阵，去想看卖啊有啥物方式会使互因的方法较省钱，甚至较省工、较紧会使发展。协会表示，台湾高抗养殖业需要饲料，所以要带动这海菜养殖发展。但是因为高抗养殖白痴，嘛互五股养殖海菜豆包无去。透过体验活动的课程，若要互民众重新来入捌海菜，嘛希望替地方找到渔村发展的目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玻璃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1度至36度，中部地区31度至35度，南部地区32度至36度，东部地区30度至34度。一个外岛地区28度至3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